目前就是沙巴魚上肥上好食的時節，加上台南更是全國上重要的沙巴魚產地，包括七股、安南、北門等五大養殖區，年產量高達23000噸，產值更是將近23億。西市府8月6號正式宣布，要將經典的沙巴魚結合中華職棒進行大型推廣，佮特別請來中華職棒名稱吉祥物烏狗聯名來出任務，場面鬧得滾滾。會中副秘書長尹思思代表市長黃偉哲協同農業署以及全聯福利中心的通路，共同宣布今年台南沙巴魚的實體通路正式啟動。這樣子的一個優質的一個產品哈，那今天透由我們台南市政府跟全聯跟大家一起這樣一個合作哈，其實這個不僅可以展現出，就是說台南這個虱目魚養殖在我們全國養殖的一個重要的角色跟地位，它其實還扮演了文化跟觀光的一個價值。5個區魚品養殖完以後呢，經過我們的這個是魚鑽了哈，先鑽處理完以後就交給我們大全聯，這樣一條龍服務，很新鮮，馬上又冷凍處理過去，所以絕對沒問題，又可以網購。台南首次甲中華職棒合作，用棒球應援精神帶動全民食魚的新運動。民眾只要佇8月7號到9月3號前往全聯通路購買指定商品，除了滿額有折扣，並且當抽職棒的禮品，邀請大家做伙小挺在地漁業。令台灣實力全開，全民吃魚新運動。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